闽南话碰壁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食碰饼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碰饼是一种传统的小吃甜食，其音为风 pm， 与华语碰壁的台湾闽南语读音风 pr 非常近似。因此，食碰饼的意思就是兼取华语碰壁之意。用力，你就是对人伤无客气，才会不时在食碰饼。你就是对人太不客气，才会常常碰壁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